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感恩咱当今日搁再一次奉主的名组织在这所在来敬拜这个听堂咱的主。那么存着感恩的心，珍惜每一届咱会当组织当天礼拜的这个恩典。那今日牧师特别用拄则咱所读的一段诗篇的圣经的经文，要甲大家来共同来分享，来共同来勉励。因为咱大礼堂今日是一个上帝为咱备办的日子。不止每礼拜这个日常，特别是咱念伊今日礼拜煞下晡1点，咱要甲咱的主任牧师要来沟通讨论。我拄大长礼拜煞，我特别甲伊提醒1点因为时间互咱的有限，咱爱把握今日甲伊互相见面的机会。所以牧师今日用这段经文，甲大家来彼此来分享，因为大家拢已经了解尤其咱关系咱大礼堂的兄弟姊妹，如果咱拄则来无偌久，对华恩堂还是讲大礼堂无讲介熟悉了解希望今日咱共同来明白咱的华恩堂的大礼堂的过去甲未来当然过去今日免啥讲啦要较特别关注的就是未来啦，就是未来因为咱拢知啦咱拢知影啥代志。教会大堂未来要分堂牧养，今日10月19，什么时阵要开始？11月要开始，剩10多天啦虽望还未开始分堂牧养像今日我伫大堂有服侍今日9点45分结束。我来去楼骹门口小徛一下，我无法度徛真久，我拄甲牧师讲，我要来大礼堂我搁留5分钟紧起来这还未分堂牧养当以后分堂牧养以后，毋是安尼尔10点也无法度起来，继续伫大堂有一寡其他新的服侍。所以因为安尼一个教会的变革希望要安尼做当然。我牧师4月就任以后，安尼已经1-2个月，逐礼拜同工在讨论但是也无完全的结果啦总是要往这个方向。大堂要分堂牧养的这个主要因为安尼教会真侪事工拢有一寡调整有一寡调整为什么有这个分堂牧养？我顶解有讲因为目前咱华恩堂过去崇拜的人主要分布咧即个大堂早堂甲下昼堂无声音了，安尼有声音无？安尼好。我拄仔讲，主要的人是咧即个所在要应用要应用啥物？要满足兄弟姊妹的一个呼声啦，因为即个。吴牧师呢，伊就任以后又听到即种声音，讲华恩堂的一寡兄弟姊妹感受未到，讲华恩堂遮尔侪传道人，但是伊毋知伊的传道人是啥人，有代志要找啥人因为即款的呼声出来所以呢吴牧师就是望要通过安尼一个调整要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我拄仔讲，伫大堂咧礼拜，遮兄弟姊妹会当。互因知影讲伊的牧者是啥人？遮尔侪牧者，倒一个是伊的牧者？人讲一个人有饭食2个人会当同心去打水3个人无水嘛无饭通去食会安怎？枵死佫打死为什么3个人会安尼？一个有遐大只，2个佫会当较轻松，3个就变安尼，4个5个咧，6个咧，1000个咧，2000个咧所以呢每个兄弟讲知影伊的牧者是啥人嘛要叫每个牧者讲会当去关顾关怀到每一位兄弟姊妹的需要。当然毋是讲每一个牧者拢会当去守护每一个将来啥人是你的牧者啥人是你的羊所以教会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特别咧大堂要安怎做除了礼拜以后
要开始小组，小组煞要开始有主日学的教导。过去就已经有主日学，为什么讲有主日学？这是要关顾到讲家己的羊仔家己饲，家己的羊仔家己饲，就是讲伊是你的羊仔，你也家己教，主日学你也家己教，所以以后的主日学毋是干那即马安尼会分堂去教，当然我顶下有提过讲，咱台语堂嘛是一个礼拜的堂啊，咱嘛有羊仔，虽然咱少少有阵时即马最近平均讲价有30个，有阵时较少，有阵时加者平均30个。我就想到讲，基甸啊，上帝使用伊要甲敌人去相拍，本来有3万外人呢。后来上帝叫基甸讲要遮侪人，几个去相战就赢。300个，咱台语堂30个，搁减一个零比基甸较厉害呢。咱台语堂30人会当为主做大工无？会当为主成就大事无？也是讲咱30个是要创啥物？会当创啥物？总是我拄仔讲因为大堂有安尼的即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咱嘛知影咱过去即几礼拜咱甲同工拢有安尼咧讲咱台语堂到底要安怎来应用？顶届有分落大家一个资料，迄个资料后来佮经过同工的讨论以后，有顶礼拜呢，请新学生用典有一寡问卷的调查，这调查毋是讲就是安尼决定啦，总是了解大家的看法。当然有阵时有大家已经完全了解，有诶佫无讲介了解。如果完全了解，你做出来的即个问卷会较符合甲即个未来对咱较好势。如果你无了解，你就随便去交选，安尼可能会错误。敢若要选某物主要的领导人共款，你若选毋对，你未来几啊年你就艰苦。你若选对人，你明仔日几啊年可能你就幸福。所以咱即个问卷调查是一个参考。我无以这来做一个决定。当然决定毋是我来决定，是最后岳牧师伊来决定。咱搁来小可了解一下我拄仔讲的经过咱顶回同工的讨论以后，有遮尔啊侪方案，遮尔侪方案到底是要安怎来调整较好呢？因为即几啊方案毋是咱家己安生出来啦。第一个方案本来无即个方案啦，但是为什么有即个方案？即个方案就是讲因为岳牧师伊上任以后伊所牧养的即个第二堂伫7月底就结束。7月底结束，伊就讲伊要专心要起来大堂呢，要来关顾即700几位800位的兄弟姊妹的即个牧养。所以呢，第二堂就结束。第二堂有应该100外人，靠拄即个学生嘛差不多详细数字我毋知啦50-60人差不多啦第二堂的兄弟姊妹大人嘛，佫有几啊10人但是岳牧师有安尼伊的决心，迫切，伊一上任就2礼拜就安尼做一个处理当然伊敢若处理第二堂，但是呢，其他的堂无讲啥物，但是伊要甲所有的传道人调到即个大堂来，叫做集中火力要来安尼服侍遮的兄弟姊妹。所以伊就产生到一切影响。当然其他的堂会呢，时间点无讲影响，但是人的即时间你的即个付出就有影响咱台语堂不只是安尼，咱直接影响的是讲，因为咱的时间甲将来教会要做的，这是直接是同时阵的，同时阵的。因为第二堂结束了后，因为即一两个月咧讨论的时阵呢，讨论到国语暗堂，讲要结束，国语暗堂甲咱人嘛差不多啦讲了呢，礼拜下晡的即个双语堂呢，并无讲要结束，因为同工嘛非常的毋甘讲要结束，为什么因有考虑想要结束？因为因的传道人讲，伊讲我要牧养双语堂，如果未来伊要去服侍早起的即个国语堂，不管是早堂下昼堂，伊讲伊袂堪得，
伊讲伊安尼无法度两边会当顾。我要顾双语堂，搁要顾将来要去顾大堂，因为照人的分布讲，一个牧师可能你至少你无150个，你莫负责100个人。迄100个人，毋是讲讲台服侍尔，伊讲以后每个兄弟姊妹任何的需要即个牧师去甲伊关顾。所以第二堂的兄弟姊妹呢，因感觉讲因搁要继续要要双语堂，因要继续双语堂。但是双语堂的牧者呢，伊讲伊无法度，所以伊讲如果也要开始要安尼，伊感觉伊双语堂伊无法度去承担，伊敢来当两个其中选一个，所以双语堂就有考虑讲无安尼时阵要考虑结束，但是即马无讲做完全的决定，因为安尼会一个讨论伫个。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咱台语堂我就想，安尼咱台语堂，我拄仔讲30勇士，毋是300勇士。咱台语堂敢有安尼的思考，台语堂无干脆，因为前几礼拜有一个兄弟讲，牧师，阮缀你来大堂做礼拜好啦。我敢要安尼做，大家爱好啊，慎重考虑哦。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啦，感谢主，顶礼拜无人交这个选项啦，无人交这个选项，但是有这个问题，当然一开始吴牧师甲我讲，伊袂去动着台语堂，伊无爱动台语堂，伊讲只要动一个人就好，啥物拢免动，敢动我就好，我就去就好，大家拢教完，教完了就提出讨论，我讲，教完是要安怎教完？伊一开始初的想法真简单，教完就讲咱拢教时起工啦，该做啥做啥你就做。但是讲甲我人调去了后呢，伊讲安尼啦，以后咱台语堂照安尼，即马即个交牧师的时间的时阵，大家就看电视，看拄啊第一堂讲煞迄个录影，咱就看。煞看煞，咱佫继续咱唱咱的回应诗歌，佫继续报告安尼。伊讲安尼嘛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甲提起讲，安尼的时阵有两个问题，第一，明明咱伫现场咧做礼拜，咱会去看第一堂的即个讲道咧，为啥要安尼来安排呢？第二讲，迄种国语呢，敢安尼咱台语堂敢有佫存在的必要？安尼敢佫算一个台语堂？我就提起即个问题啦，我所以爱问一个问题，讲，台语堂有存在的必要？伊讲伊无要甲台语堂结束，当然台语堂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甲问讲，若讲有存在的必要，台语堂敢有想要发展？咱大堂要安尼发展，教会一寡事工要发展，儿童青少年学生要发展，台语堂咱敢要发展，是免？咱遮拢乐酷反正一个轮流去报道，天天报道自然将来就自然就变化了，自然去我昨去我早曾经服侍过一间教会，送一个老妈妈去天顶100岁，伊拄100岁，10月第一礼拜，主日因兜安尼安息困去。我昨去参加伊个礼拜。伊即个过程我莫讲，因为我主要要讲这啦。我拄仔讲，迄个老妈妈伊伫迄个教会影响100岁会当想出来讲伊的影响有偌济啦咱兄弟姊妹，咱主持大概无甲100岁啦李老师会佫继续坚持啦佫过年100岁其他兄弟姊妹爱佫继续坚持较久的我嘛讲，咱台语有一天嘛有100岁兄弟姊妹呢。无俩佫真臃肿呢是讲有一天咱台语堂不只存在如果咱时间若够人若老，时间若够咱会当有好的即个信仰的影响不只互咱家己厝的人，咱所关心的人，嘛会当互咱教会内底，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甚至会当影响到整个的教会。我拄仔讲台语堂。感谢主，顶礼拜无人宣讲要结束，但是无要结束就产生我拄仔讲第一个问题。如果牧师无伫个，讲台
要安排。拄则讲的五牧师迄个建议，咱甲要考虑吗？当然，咱顶礼拜嘛无人先经即款啦要维持第二项不变要安怎运作，这就是产生问题。所以五牧师伊才有第三项的建议，我拄仔讲的，看即个录影即个问题。当然感谢主，顶礼拜嘛无兄弟姊妹选即项，但是过去几礼拜有人讲安尼嘛袂歹哦，嘛有人咧甲我讲讲了，我甲牧师讲，伊讲无安尼啦，台语堂咱就较该简单化。咱即摆是非常正式哦，虽然人无讲介济，但是咱嘛是一个真完整的教会哦。如果台语堂扭去外口，咱振兴会260几间50人以下的教会比例非常的悬。咱30人的教会伫振兴会内底嘛袂算细哦，因为咱的时间也真完整哦。咱有时班每礼拜咧献诗咱虽然即马主日学无讲真完整，因为咱的时间甲人力的这安排，但咱过去嘛有主日学真完整的咱嘛有团契咱即马搁离个第一班安尼虽然无讲时间真完整，但是咱拢有咧，逐项拢有啦。如果咱干那空间卖伫即个华严堂内底，离外口任何一个所在，咱就是一间教会。我拄仔讲，以振兴会200几间来讲，这就是已经一间教会咱敢有考虑讲，这间教会会无去？特别咱这个语言的关系，伫国语教会内底，咱用台语咧表达的，有迄个意义甲价值无？我嘛甲吴牧师讲起这个问题，大概咱了解咱华严堂为虾米有台语堂的建立的这个历史背景大家小可拢有已经了解。所以呢，如果讲咱即马这个已经真完整的一个教会，我拄仔讲台语堂虽然是一个华严堂内底一个台语堂，但是事实上咱就是一间教会。安尼时阵，咱时间无要做调整吴牧师讲无安尼啦，咱该搁较简单化，用团契形式来进行了免遮尔安尼即个正式的流程安尼咧走我嘛想讲安尼敢好？咱是无向前行，咱是倒退路呢一般人咧教上美国教会安怎成早台湾人真侪去美国留学生的时阵今日咱即个牧师讲的，伊就是伫美国咧做留学生的即个工课伊较早离咱华严堂啦已经离开华严堂，即马转去美国咧做学生工课。我会记得我拄仔庆祝的时阵，有一寡人留学生转来台湾，讲因较早哪会信耶稣？较早伫台湾拢无信耶稣，为啥物去美国信耶稣？因为较自然，较有迄个机会。因就讲安怎？迄阵因信耶稣，因的教会是安怎建立的？因拢是伫迄个查经班家庭的查经班开始了以后呢，因团结到感觉讲咱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崇拜，咱应该去找一个所在来做礼拜，所以因就开始有一间教会出来。一般拢是安尼建立教会，当然即马时代已经无共款，小可建立方式毋是安尼，但是咱即马台语堂较早是安尼团结形成即马有即个小小的规模，但是讲要甲伊变做简单化，咱即个堂会。就毋是台语堂咱叫做佮恢复咱过去一开始的叫做台语团结，大家敢愿意安尼？这嘛是一个问题。嘛感谢主，顶礼拜即个问卷调查嘛无人交即项嘛无人交即项所以呢，最后就是讲，那安尼的时阵，咱是要安怎去应用甲调整。当然后来吴牧师甲讲，安尼上好就是换时间叫我讲，互我即个任务甲大家兄弟姊妹参详看觅讲，大家来改时间好无？当然嘛，经过真侪讨论有人嘛真坚持讲，安尼改了影响真大，有人无爱来改了安尼大家袂拄安怎。当然有了兄弟姊妹好去思想的种，嘛，伫安尼即个情势当中不得不爱做的即个调整，是毋是？是毋是嘛？往这个方向来思考看觅，到底是要安怎调整？安怎调整？就安尼讨论的时阵呢，所以经过顶礼拜的即个参详以后，过去啦，几礼拜参详以后
最后定出顶礼拜互大家问卷调查者啦吼。啊，当然这嘛毋是一个定案咯，就是讲因为安尼时阵要时间做一寡施工的即个程序的即个调整。结果呢，其实调整了后，咱的时间其实付出的毋是讲佫增加，并无增加啦，只是讲时间点无共款。甚至咱有时班的兄弟姊妹来练习的时间，佫会当佫节省半点钟因即马目前是讲9点就开始来，但是咱经过讨论以后呢，就是9点半如果你有参加时班的人，你9点半才来，免9点来，你会当晚8点钟来。啊，到10点50呢，这段时间有完整点外钟会当好时班来练习啊，中午休困前11点呢，到11点10分呢，用10分钟短的时间继续台语的教导啦如果你对台语有即个兴趣，兄弟姊妹，你11点就会当先来先来以后呢，咱再来休困1点几分钟咱开始咱。每礼拜进前有一个礼拜前的祈祷会，这毋是会前祈祷尔，那是一个祈祷会。因为咱台语堂无特别一个祈祷会嘛，无参加国语的祈祷会，所以咱用这个时间继续保持咱有安尼15分钟的会前的祈祷会，啊，搁休困几分钟11点半呢，才开始正式的礼拜。如果你头前食拢无时间，嘛无讲有负担要来。咱以后台语堂的礼拜就是以10点变到11点半，延点半钟。当然我拄仔讲，如果你有想要参加祈祷会，要参加罗马字这罗马字台语的教学，还是讲你要参加时班，安尼你会当看你是9点半来、11点来，还是11点10分来，这就看你家己的需要。兄弟姊妹，按照你的感觉，你认为会当什么时间点开始？总是讲，如果你干那要单纯来做礼拜，以后10点改做11点半。11点半迄阵是讲继续怎要开始的时阵，咱就共款11点半到12点45，迄是咱照原来时间的长度。但是因为同工的讨论讲，是毋是咱以后做礼拜1点钟就好？安尼时阵，比如11点半到12点半，迄加出来15分钟，用12点半到12点45，咱游园有会后会当即个点心即个团契地点搁同时间咱共款继续咱日语即个绘画的一个短15分钟的教学安尼搁有留15分钟抽题，互咱1点到2点未来因为咱目前302到302的空间，咱台语堂会当用2点，所以未来咱会当使用讲，咱每3个月一届同工会当1点到2点来开，是讲咱台语堂要恢复有正式的台语团契目前咱是无正式的台语团契，虽然时班就是台语团契的前身啦时班嘛敢是台语团契，但是咱目前伊的功能就是拢是时班咧练习、献诗等等所以有需要台语团契安尼会发展吗？是讲咱台语堂要较完整的1点钟的主日学，要开什么班、开什么课，会当即个时间来进行，是讲这段时间咱有即个真理班较个人化牧师甲迄个正龙兄会教学，是讲未来咱会当有安尼规划。是甚至咱时班，搁要加强练习，拢会当伫这1点到2点，伫这2个空间，咱安尼来进行，无一定讲有必要，但是会当有安尼参考思考。设施兄弟姊妹，咱若讲干那要做礼拜这甲咱无关系，咱就是11点半到12点半就煞加你就是11点半到12点45会一个礼拜时间加这个地点团契时间，当然。咱12点45到1点，各有15分钟，所以其实整个如果咱来讲，咱礼拜时间1点钟无法度完成，咱有搁半点钟通去抽题啦这是安尼一个初步的安尼的规划望大家嘛小可思想，当然嘛无一定照安尼落来做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讲咱愿意最后要改时间才会安尼做当然我拄仔讲过
请兄弟姊妹吼，咱今日牧师特别安尼个详细安尼说明，就是讲一定要请兄弟姊妹吼，为咱今日下晡1点吼，要甲吴牧师的即个沟通讨论来祈祷。即使你也怎有安尼感动愿意愿意留落来，牧师非常望留落来以后来参与嘛当讲出你的感受，互吴牧师听到，互伊当个了解体会做一个较完整的即个思考甲决定所以重点就是兄弟姊妹需要祈祷。我拄仔讲的昨迄个100个老妈真侪代志昨其中一项甲咱这有关的，伊恁兜要过新的一礼拜进前，倒伊的眠床顶，有一天伊的查某囝听到妈妈倒眠床顶讲出一句话，伊是讲国语啦，就讲祷告，祷告，要祷告。迄是伊留互因厝的人最后即个妈妈所讲的话。迄个查某囝甲因厝的人讲哇，妈妈最后留厝的人即句话，非常的，互伊感觉讲哇，即个妈妈即句话非常的宝贵啊。我毋知兄弟们你听到安尼，虽然迄个妈妈大家无熟悉啦但是我拄仔讲的，咱台语堂的即个未来，兄弟姊妹，今日的题目叫做啥物？牧师的愿啊！你敢知牧师的愿是啥物？台语堂要伫，还是讲台语堂无去，还是安怎？我讲实在话，台语堂无去，我较轻松，敢毋是？我拄仔讲迄上语堂的牧师过去无法度两边拢会当安尼顾啦，两边煞蜡烛两头烧咧，烧到紧就无去咧所以我今日甲兄弟姊妹用这段经文要甲大家共同勉励拄仔讲，爱为咱大家长未来。咱即摆还袂11点，甲1点，还有2点钟。你嘛会当进食祷告下昼莫食，好啊，为大家长的未来祈祷。兄弟姊妹，你愿意吗？讨论开会有当时是讲大家足理性听咧讲，我遮开会会烧麻呢会讲足火气的呢。我是讲，毋是讲咱下晡安尼，我是讲有当时咱若讲无照属灵安尼咱无法度去明白上帝旨意，咱表达出来拢是只是咱家己个人的想法尔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兄弟姊妹讲第一点，亲像我拄仔讲的，昨迄老妈妈留伊的事实讲。爱祈祷，爱祈祷，爱祈祷。兄弟姊妹，咱1点到5安尼开会，家己讲安尼就好嘛？咱修行爱做啥物代志？我拄仔讲爱啥？爱祈祷啊！祈祷毋是一个形式尔，祈祷是一个仰望主嘛，明白主的旨意，照主的旨意来行，互咱有一个智慧的决定判断。甲作为，所以呢，牧师最后要甲兄弟姊妹共同咱来勉励，2项，咱来定目来安怎看主，毋是看我、看你、看谁、看吴牧师安怎讲就安怎，咱是倚靠主的人，所以呢，咱爱定目来看主。思想主为什么这段时间互咱这个考验？咱到底咱大家等下就咱即摆现主时是其中的一员，咱要安怎面对教会未来安尼变化？第二，咱爱求主来做主，毋是我家己要做啥物主张，毋是讲牧师你爱做啥主张，你决定，还是讲某咪牧师，还是讲教会要安怎？咱会当。定目来看主，求主来做主。诗篇有一句话啦：洪龙点洪水泛滥之时啊，耶和华仍然坐者为王。咱即马嘛毋是洪水来啊，对无？咱嘛无住花莲啊，对无？花莲最近燕子口嘛，敢若讲有水要淹甲即个车道安尼，搁
几礼拜前，圣经甲咱讲，不管外口的环境是安怎，咱要知影，咱的主永远是主，咱的主永远是王。所以我拄仔讲，咱来甲咱家己谦卑落来，伫主的面头前，来仰望伊，来倚靠伊，来求伊，来为咱做主。所以呢，今日我拄仔甲讲，用这篇节的经文，甲大家共同勉励。这是我做台语堂的一个牧者，上无即几年上帝甲即个事工交托互我，甲大家共同，咱伫这信仰当中咧跑走，咧建立咱的信仰。牧师的心愿，不管教会对咱台语堂的决定最后是啥物，不管是上帝互咱家己做出来决定，还是通过吴牧师最后的决定，也是超过咱所有每个人的想法，上帝有其他超过咱所会当去理解的一个作为怎我毋知，但是今日牧师最后要讲的就是即句话，有4项，甲大家共同勉励。第一项是啥物？牧师愿咱大家等于还是姊妹，咱同齐，咱每个人同齐来做一个啥物款的人？敲锤主的人。诗篇即句安怎讲？伊讲啊，拄安怎讲？愿敲锤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愿羡慕你拯救的人，时常讲，着尊上主最大。所以第一句讲，愿敲锤你的人。兄弟姊妹，你愿意真做一个敲锤主的人吗？咱的信仰到底是你倚靠啥物？还是咱的信仰，我就是专独倚靠主。今日第一堂的王牧师，我思维煞伊讲的信息，伊讲做主的门徒，耶稣的教示是啥物？咱有全然来献上来跟对伊吗？咱有全然倚靠伊吗？咱有全然愿意付代价？所以无论如何，今日牧师用诗篇即句话，咱共同来勉励咱家己立志。无论台语堂将来是啥物款的变化，维持原来安尼，还是有啥物款的改变，咱拢是一个啥物款的人？是一个敲锤主的人。那袂因为外口有啥物改变，咱就改变。伊讲啊，最后今日迄个台语迄个大堂的讲道，最后讲2个批例啦。讲你是恒温器吗？还是你是温度计吗？伊问兄弟姊妹，有安尼问，温度计是随着这个环境气温悬，这温度就一直低，一直悬起对吧？气温低，温度就一直低落来。伊讲基督徒，你也受外口世界的影响，你敢若温度计共款。但是恒温计，咱即马这个是冷气，恒温定24度。不管这个去外口安怎，伊永远甲你保持24度。所以今日黄牧师最后讲，用耶稣的话讲，咱是世界盐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的身份、咱的地位，上帝透过咱的，伫这段时间，咱伫台语堂当中做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的使命任务非常的要紧。就伫下晡1点的时阵，要甲吴牧师来见面，来沟通讨论。所以牧师第一项，望咱真正每个人拢做一个敲锤主的人。第二项，亲像诗篇遮讲的，咱同齐来做一个羡慕主拯救的人。咱毋是要羡慕多一个人甲咱拯救，咱独专倚靠主，伊是咱的拯救。大家等如果是讲敢若要灭亡，咱嘛需要上帝甲咱拯救啊！讲安尼是较严重啦我怎无去就敢若是灭亡共款啦，对毋对？我前2天咧祝祷会咧讲以色列历史，讲以色列几年建国的差不多是主前1000年900几年啦以色列当时因建殿啦，以色列当时因的国度非常的广大当时一国变2国2国当时顶悬迄国无去当时最后南平迄国无去，后来以色列拢亡国，
要400年。哦，讲到这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愿意信无主甲咱拯救吗？我顶日嘛无去台去看医生，我嘛希望迄个医生甲我拯救啊，拯救我鱼空最近有一寡问题。兄弟姊妹，你去病院看医生，希望你的镜头会好无？会嘛吼，所以咱共款，咱大家长即嘛有即个镜头吼，咱需要挖个啥人甲咱帮咱，挖个主。所以这两项拢是咱需要主，敲锤主，挖个主。哦，第3点是啥物？兄弟姊妹，咱无论啥物款的结果啦，牧师愿望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安怎？拢因为啥物欢喜快乐？因为主。第3点嘛是主。如果无因为主，兄弟姊妹，这个结果有人欢喜，有人无欢喜啊。敢若每届咧选举共款，一家欢乐，一家愁，对无？世间的代志无遐多吼，逐个人拢会满意啦。哦，咱今日讨论的结果，也是讲未来教会做出来决定，嘛拢共款这个意思啦。但是无论如何，牧师愿望咱大家长的兄弟姊妹。咱拢因为啥物欢喜快乐？因为主欢喜快乐。你愿意哇？你愿意吗？愿望咱会当做一个军队主的人，吼，咱互主甲咱引带，无论环境是啥物，吼，咱拢感谢主。所以最后这点嘛是牧师的愿望，咱同齐拢会当时常会当。讲出款啥物款的话，着尊主最大，掠上主最大。会当讲出即款的话，如果你无即款的心，讲出来的话，迄是安怎？迄是虚假。我希望讲兄弟姊妹，咱对咱心内底发出，真正是讲啊，无论咱外口拄着是啥物，你愿意的，你无愿意，你感觉好的，感觉歹，咱拢对心肝头发出，甲主尊荣。感谢主，俄罗主，感谢俄罗主。我顶下讲一个故事，哦，一个徛女的人，哦，有即个习惯啦，吼，基督徒啊，任何代志拢啊感谢主，哦，啊俄罗主，哦，感谢俄罗主，啊俄罗感谢主，行吼，啊行一无拄好，啊，如啊他落落迄个断崖吼，伊嘛咧讲啊感谢俄罗主，啊我拄仔讲。昨迄一百个老妈妈，伊讲祈祷，爱祈祷。兄弟姊妹，咱共同来最后读即句圣经节，吼，诗篇40篇，吼，16节。愿望即节经文，诚做兄弟姊妹咱共同来追求，吼，嘛是牧师对咱大家等兄弟姊妹一个愿望，吼，来同齐来读来。愿顺随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愿信无你拯救的人，时常讲着尊主最大。好，最后，我拄仔讲的，咱1点到5牧师，毋知要开啊几点啦吼？应该是一定甲我讲8点钟互咱尔吼。无就是安怎？就是照咱拄仔所读的，咱就是要甲5牧师。开会进前，好好来顺随主，来信望主甲咱拯救，吼！啊，甲5牧师讲出来以后，咱安怎？咱拢因为主欢喜快乐，毋是因为5牧师欢喜快乐，嘛毋是因为你牧师，嘛毋是因为你家己欢喜快乐，因为主为咱家己做主，咱定捌看伊，咱就因为主欢喜快乐，所以不管如何，咱由咱心内发出嘴安尼讲出来，讲哇，尊主为大啊，为大。安尼好毋好？好。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阮一世人的性命是你所赏赐的，阮一世人的路程也是你所计划的。阮特别今日早起，阮大义堂的兄弟姊妹，同心来思想你，互阮伫大义堂当中会当正做基体，互相共同伫信仰当中来成全。来建造，来跑走。阮为着阮大义堂，因为教会事工的需要，一寡
时间甲人力的安排的变化，阮特别为了下晡一点的时阵，要甲吴牧师的讨论甲沟通，愿主你来甲阮带领，互阮会当来照着你的旨意，也明白你的旨意来行。但愿主你伫阮兄弟姊妹每人心中来做主最大，嘛伫吴牧师的心中来做主最大，互阮会当同工一人，知影主你对阮的旨意，阮愿意降服主你的带领，甲所有一切结果交喺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名圣，愿人拢会当尊你最大，愿你的国嘛降临，愿甲第一长的未来交喺你的手中。安尼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